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真出名的新丰冰店，伫7月份爆发着中毒的事件。因为这个八宝冰感染着细菌，有44个人食咧，身体无爽快，有人放火，有人腰子碎结。即摆双方是行到赔偿调解的阶段。其中有一个黄小姐出面来指控，讲店家甲因挑难，讲这个赔偿无一个统一的标准，有人摕2万外块，有一对翁仔某是摕到10外万。但是因一家口啊12个人，店家敢若愿意赔因6万外块，所以伊拍算要甲告，要告这个店家过失伤害。阿弟啊，伫冰床顶疼甲一直哀，因为食冰食甲吐个落。高雄新丰冰店7月份爆发着食物中毒的事件，受害者有44个人，至今有人赔偿超袂好势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他只想要赔偿医药费。提出着赔偿的单据，当时的检举人黄小姐表示，规家伙啊12个人食冰中毒，向店家要求合理的金额，店家说敢若愿意予伊6万块，甚至搁处处甲刁难。觉得那个金额太荒唐，他们就说好。那我们只愿意增加66666，他们的家人就开始酸我，黄小姐你就是话太多啊，就开始一直人身攻击。黄小姐认为，买酒的受害者拢摕到无同的赔偿额，有人轻钱摕2万6，有翁仔某摕10几万，这个店家赔偿的标准无统一。受去处理的人大医血委屈，转后甜目眶红，打止痛打到那个健保不给付了。就说他不能再打到上限，我心都碎了。根据了解，食冰中毒的事件了后，新丰冰店已经向卫生局甲罚38万，同时规件案件嘛转交地检署来侦办。验过重新搁转来到6合路的司法地，天门已经叫6个扛棒嘛拆掉，已经无做啊。做多久了？2个礼拜吧。检举人这个赔偿的标准无公平，最近拍算要甲店家告过失伤害。替家己甲厝邻的人讨回应该有的赔偿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